城门之内，水源已断绝数十日，地下结块严重，仍无存水迹象。在游牧民族的眼里，他们就像是猎物。你可知我坚持出兵，究竟是为何？驰援军师的300骑兵，却一体战死。不好了，校尉！燕启求死反叛，攻破了都护府。朝廷呢？有没有援兵的消息？乃左路临王之臣前来与汉军谈判。寒冬将至，食物短缺，生命岌岌可危。再过几日，我们怕是连这些都没得吃了。都护府能坚持数月，已是奇迹。我们绝不会愧于此战。